我係4號候選人周永勤，我從政22年，長時間為新西居民服務。到底我係一個點樣嘅從政者？大家可以喺我嘅互聯網、Facebook 或者街坊口中了解到。我而家要向大家宣佈一個非常沉重嘅決定，基於我唔想我身邊支持自己嘅人惹上較高層次嘅麻煩，或者賠上代價。過咗今晚，我就會停止爭取所有選民支持嘅競選工程。呢個論壇將會係我出席嘅最後一個。喺嚟緊嘅4分30秒主場質詢，我唔會向我嘅勁敵提出任何提問，亦都唔會回應任何問題。到咗總結時間，我會再發言。喺呢度，我要向一直支持我嘅義工、教友、街坊、支持者鞠躬道歉，因為我個人力量唔夠，可能辜負咗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鄭松泰。喺今次嘅立法會選舉，我哋要推動全民制憲。當然，裏面有好多嘅本土嘅議題，我哋希望透過修憲嘅方法去一一解決，包括人口啦、教育啦。喺一個文化上，中國藉住呢個殖民嘅方法去慢慢殖民香港。但係我冇諗過，喺呢個過程裏面，好多香港人係未試過好似今日咁，係生活得更加不安，係一個充滿住極權陰霾底下嘅香港。鄭松泰，你要問問題啦。喺我哋嘅論壇裏面，我相信大家冇諗過嘅就係4號嘅周世勤，佢係突然間係會宣布棄選周永勤，佢係會突然間宣布棄選，而棄選係冇提出任何嘅理由。喺呢度，我想問下，頭先周永勤提出係棄選嘅時候，所有在場嘅人都表示愕然，除咗一個人，我留意住佢嘅面容，佢係喺度微笑，內心發笑。呢一個人係何君堯。我想問下何君堯，究竟你笑啲乜嘢？你頭先笑啲乜嘢？你而家呢個問題問邊個？我問緊何君堯。好，何君堯。或者遞張紙巾俾人得，呢個我哋會處理。你會唔會答佢嘅問題？我唔知你剛才講話我笑乜嘢，但我幾時都係會，就算喺逆境裏邊都係保持樂觀嘅態度。我哋香港人需要嘅係振作，我哋香港人需要大家企埋一齊。你唔好再喺度假仁假義，我同你講。我諗你作為一個律師，我就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。我真係唔知道面對住我哋一位候選人，根據一個選舉條例係冇辦法係棄選嘅，係冇辦法退選嘅情況底下，點解周永勤會作出一個咁嘅決定？你作為一個律師，你俾啲咩嘅意見佢？你點樣可以幫到佢？我諗佢應該要去見佢嘅律師，或者睇醫生。你而家作為一個律師，同時你作為一個原居民嘅代表，我就問清楚你，無論你作為一個同鄉，你頭先講嘅，你係話你為你嘅鄉民、為你嘅居民、為你嘅選民服務。我而家就問清楚你何君堯，究竟喺今日呢件事件上面，你可以點樣幫到周永勤？如果佢嚟揾我嘅，我會同佢傾，但我就唔知道佢而家係咩事幹發生嚇。不過佢而家呢一方面嘅表現同埋你嘅嗰個提出嘅指控咧，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唔公平。咁你解釋下做咩你頭先偷笑？我要幾時有偷笑咧？所有人都見到㗎，同埋頭先我哋過去聽到周永勤講過一句説話。係。何君堯，你係咪透過一啲政治嘅壓力，甚至係利用一個家庭嘅壓力，係俾呢一個周永勤一個施壓？因為上2次嘅選舉論壇，佢不斷指出你根本唔係原居民，你只係原居民嘅代表。請你回答我嘅問題。鄭松泰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如果你作為一個大學老師的話，或者教師咧，請你考慮清楚每一個指控都係要好小心。你要教人。好，時間夠啦，唔該晒。好啦，時間夠啦，唔該晒。跟住到朱凱廸。大家好，我係20號嘅朱凱廸。新界而家有嘅官商鄉黑嘅勾結，我哋見到周永勤今次突然間呢個宣佈咧，我哋就睇到佢係受到幾大嘅壓力。我哋之前睇到傳媒嘅報導，有人要俾好多錢佢去收買佢，叫佢唔選，佢都企硬。我哋喺個咩嘅香港，而家要搞到我哋嘅候選人係要承受咁大嘅壓力。講另一個